针对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通过，行政院提出复议案，立法院要伫6月1日来表决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，这复议案应该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。另外，哪里拢要去地方选港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认为讲，这不是咧逼政治动员，来办电视辩论会会更较有效率。 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，立法院19甲20日要求行政院长杜英台报告，21记名表决。杜英台10时表示，希望有充分的时间，甲立委说明行政院的立场。希望有充分的时间，能够清楚的向立法院委员们来说明行政院的立场。我们提出的复议案应该被合理的讨论。 复议案21要表决，民进党要下乡选港。杜英台强调，目前以行政院公务为主，暂时无其他安排。那也嘛伫为各地选港做选择。不过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认为，应该要办电视辩论会，更较有效率。其实大家也非常清楚，这只是一个政治动员，你知道哈？这比赛哈，开花开动完，你知道哈？那既然这样，我是主张干脆就 办个电视辩论啊，最便宜、最有效，你知道吗？另外，表决释出苏豪那边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话爱那边陆总司挖过来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嘛公开征求民进党的陆军主爱还职。立委陈冠廷是建议那边立委会当选择无投票来表态。国民党立委陈建辉颠倒考西，民进党伫执政8年，拢无推出国会改革。执政党全面8年执政。 8年的时间呐，台湾黑熊最多都可以生出3代，黑熊宝宝可以当黑熊阿公了。可是法案还是写不出来。如果他们愿意在复议案选择另外一种态度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走到宪法的仲裁。所以我是希望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如果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投同样的事情的话，不用来投票，这也是一个表态啊。 强化行政立法2院的沟通，杜英台13暗时请第3批民进党的立委，搁再声明提复议，唔是要恶意甲国会对抗，该实现都爱实现，会捍卫宪法的基本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